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9月初开始咧，这个私人病院的住院医师以及这个公立病院所运用的这个住院医师，拢受到劳基法的这个保障哦。这对一般这个病人来讲哦，这个医病这个品质会当来提升。上重要的是改善这个医护人员这个过劳的这个情形。自过去护理师受到劳基法保障开始哦，这个医护人员的劳动意识是大大的提悬。到这阵，这个住院医师就受到这个劳基法的这个保障。这病院哦，拢认同这是进步的这个政策，对着民众的这个看病权益来讲，嘛是更较有保障的，改善着基层住院医师的这个劳动权益。后一步，台湾医疗会当安怎更好？台湾新眼界社会大小事，带大家做回来对话。今日呢邀请到4位来宾做回来对话，头一位是咱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发言人林家。主持人，各位来宾，各有电视头前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医师工会的发言人林家。第二位咱邀请到心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主持人，咱这个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这个开业小儿科诊所的这个医师贾兴林。好，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开业医师谢新林。第四位咱邀请到是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曲俊彦。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咱要讨论就是9月初开始哦，这个住院医师有受到这个劳基法的保障。咱头先我都要来请教这个林家啦，伊等于是这个第一批受到这个劳基法保障的这个住院医师啦吼。头拄则你有讲过，头拄则的这个 PGY 就是 postgraduate year，就是这档啊不分科住院医师都受到这个劳基法的保障。对你来讲，心情是安怎？这个劳基法其实阮争取足侪年啊啦，嘿，伫这个劳基法要纳入以前阮就有一个叫做住院医师的权益保障甲工时的这个指引啦，内底就有讲到一寡咱工时的规范，其实有劳基法也是无劳基法对阮这医师的工时来讲是差别无大，因为其实迄时间是差不多的啦，迄就是讲若是正常的上班时间袂当超过，若是有值班的时阵上长，一工袂当超过28点钟啦，一个月袂当超过320点钟安尼啦。毋过差别就是讲若是有劳基法了后，病院若是有违法的情形就是有法律会当会当处罚安尼啦。会当个处罚的。就是有较对病院来讲有较有约束安尼。是。嘿，我感觉差别上侪应该是钱的问题啦。因为以前阮若有上班，拢是无算加班费的。嘿，毋过即马就是讲有劳基法了后，你正常的工时以外，若是算加班的内底的时间，就是爱付阮医生的加班费安尼啦。嘿，搁另外一步就是讲就是讲退休的时阵有劳退这个基金，有这个保护人有这个病院按规定爱拨6%，为薪水6%呢，拨入迄个劳退基金内底啦，嘛对阮退休了后较有保障啊。是啊，因为这个医师毋那是甲人看病啦其实家己的这个权益嘛是爱有家己有遵循啦应该安怎讲呢？因为过去咱看到这个医师啦，过劳这个情形真济，医师这个高风险的这个虽然讲共看病，但是伊家己心内这个承受这个压力搁较大。咱来看讲，咱这个过去伫咧基美医这个病院有一个蔡医师，伊进前是做工课30点钟，尾也是伊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就拿这个分期，尾也这个智力的退化，咱来看讲，这个医师这个风险到底有偌悬？你好，阿嬷没事的，血压117。一透早，人就伫咧病院，伫咧病经查房，翻头过去甲病人看病，最甲无眠无日。全部的病人，假设7、8个、8、9个，打完也是大概要花1、2个小时的时间。住院医生就是未来专科家主治医生。
因需要经过完整的训练，大部分的时间因人都伫咧病院咧照顾病人，佮爱处理真济病房的突发状况。实际上，医生的工作真正辛苦，只是一般人不容易了解。如果是值病房的班的话，要照顾大概70-80个病人。好，那当然，如果没事就没事，有事的话就会这边一通电话，那边一通电话。医生过劳不是新闻，伫咧2009年迄时阵，台湾奇美病院做大型医生的蔡步昌，敢若是因为过劳，煞伫咧做工课的时阵困倒，结果去伤着头脑，伊的知识煞退步到囡仔时阵。政府的政策要安尼行，无非就是要改善医生这个行业稳重的过劳问题。若袂当解决，对医生甲病人来讲，拢是真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看到这个状况，真正是对这个医师来讲吼，真正真唔甘啦吼，也是对规个社会啊，对病人来讲，拢是一种损失。咱来看讲，其实培养一个医师真正无简单吼。啊，这回这个劳动这个基准法吼，安尼修改，对这个大型医师开始，咱有啥物个空间吼，豆豆来进步。咱看到讲，咱所经历的这第一张图啦，咱看到台湾医师这个培训制度，甲现主是这个劳基法，这个对象是啥人？咱来看讲吼，进前咱来讲医学系这个学生啦吼，因就是做这个实习这个医师吼，参像这个大七啦吼，啊，即阵可能是该做6档啊，较早是7+1，现主是6+2。咱讲这个+1+2吼，就是头拄仔咱讲的这个 PGY Postgraduate Year， 就是即档内底，你爱去不分科啊，甲每一个这个门诊也好啊，是讲无共这个科别去做这个大型医师的这个训练啦吼，啊尾啊才有法度胜任这个专科的这个大型医师，就是 resident 这个部分。其实哦，咱看到这回劳基法内底哦，4680个人哦，是伫这个劳基法内底这个设的这个对象，差不多占这个4万外个人这个职业医师内底1/10尔。但是，若是对这1/10开始吼，对着这后回，咱讲这个病院医师这个 base 吼，这个基准啦吼，就是对这开始，因大家拢有享受到这个劳基法，安尼因尾啊，这个劳动意识也好，还是讲对因的这个后摆这个生存也好，拢是一种较有尊严啦吼。啊，尾啊，才会胜任到这个主治医师 visiting staff， 就去做另外一个 team member 啦吼 ，team leader 这个角色。啊，其实这个医师这个训练真正是真长。咱先来请教这个副院长啦吼，其实咱看起来，咱头讲虽然这回啦吼占7%，这个部分，但是伊是一个进步的。啊，对着咱副院长所代表的嘛是较这个病院资方这立场，其实你嘛是用进步的这个观点去甲认同的嘛吼。应该是安尼讲吼，就是讲这边大型医师甲放入去劳基法来做一个保障吼。基本上我来讲，这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吼。尤其咱看咱邻近的国家吼，像日本、吼欧盟、美国，大家嘛是有这个工时的一个限制吼。是。为什么咱对医生的这个工时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制？就是讲，因咱拢知影讲，大型医师伊嘛是伊的角色，甲在病院内面，甲主治医师有一点仔无共款。主治医师是规个医疗团队的 leader， 吼总指挥。但大型医师基本上伊是算讲有2个身份呐，一个身份是啥？伊是医生的助手，哦，主治医师的助手。但是第2个身份是啥？伊阁是学生，伊在学习，吼，这个专科的课程，伊要有好的技术，以后再做这个主治医师。所以伊有这2个身份的存在。所以我嘛要讲的，就是讲，咱这5年前，咱足侪这个团体吼，包含这个医疗盟，足侪这个公民团体提出来讲，医生爱放入去劳基法这个制度了。其实咱的卫福部、卫福部嘛拢积极在研究，所以伊本来的想法是讲，全部拢甲这4万几人拢一摆甲放入来。但是阮医界有甲报告，就是讲，你一摆吼，甲所有医生拢放入来，咱唔知影讲，咱台湾的状况会变做是虾米出来的情况。所以尾啊，政府从善如流，就是讲3年前，伊就开始对大型医师，伊大型医师咧病院，伊甲病院的关系是受雇医师嘛吼，所以在3年前，伊就是讲为这个卫福部出一个88工时的一个指引，哦，80工时的指引，啊，就是讲甲阮讲吼，你这大型医师哦，伊是各位学生，啊，伊踮咧这工时的这个限制范围内吼，咱慢慢恁希望咱病院照这个方式去做。所以为3年前开始，咱台湾的各大病院拢都开始在准备医生、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的这个代志。所以像阮病院嘛，增加足侪专科护理师，就 NP，NP 就是医生的助手，就是讲大型医师。伊若在休困的时阵，啊，这个 NP 就会使去甲贴，安尼互主治医师的医疗工作袂中断吼。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讲，大型医师纳入这个劳基法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国家安怎讲？你想看嘛，一个医生
若是拢无休困，吼啊，同时连续拢一直值班，啊，当然不但伊家己会倒落去，而且其实对患者嘛毋是好代志，是毋是安尼？你想看嘛，一个人因有一个国外有一个研究哦，咱一个人若17点钟吼，拢无眠无日，无休困，伊就敢若啉2罐秘鲁，敢若小酒酒咧，吼，敢若开车咧。吼，这啉酒咧开车共款，所以对于患者嘛是足危险的一个代志。所以我认为讲，咱这边卫福部的这个政策，我个人是感觉真好，就是讲咱是阶段性，先甲大医师这10%的人先甲起来，啊，咱先来观察看卖，就讲因纳入这个劳基法了后，医生来病院有法度吼去 follow 无啊？这个大医师因的反应是安那？啊，咱再一步一步根据这来去修改，所以卫福部嘛有讲，伊讲吼，我是要滚动式的修正啦吼，所以我认为讲，咱台湾安尼做这边安尼这个政策的推动吼，我想不管是咱的公民团体也好，还是阮病院，大家拢是在一个吼，一个迎接这个新的时代来临的这种心情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啦，这个。真侪病院拢是认同这个政策吼，啊，咱继续来请教贾医师啦吼，贾医师因为较早这个后生啦吼，较早嘛是读这个医学院病院，啊，尾也家己去开这个诊所，啊，家己嘛有这个后生啦吼，嘛是伫这个医学系读过，啊嘛，即马咧做医师啦吼，其实你有无共款的见解对不？对。哦，对不起，我讲的是用国语讲哈，台语我比较不轮转。好，在20几年前，我是考上医学院的时候，我可以分到成大医学院，当较现代啦哈。但是我没有选成大，我选长庚啦。我想说，长庚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医院，病人非常多，我可以在那边受到很多的训练，我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与学识。那我所以没有计较说他的忙碌，我想反而希望更忙碌，学习更多。那另外呢，我的儿子他是台大医科毕业。他是选了一个轻松的地区医院当住院医师、外科医师当2年。我看他当2年下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我立刻跟他建议，我说你要重来，才回复到那个医学中心去重新当住院医师学习。现在才好不容易当了主治医师。他要是在轻松的医院，他学不到东西。我假如在比较轻松的医院，我出来的话，我开业我可能也学不到很多东西。我开业会没有信心，没有把握。那在长庚医院的话，你什么病都看过，你碰到任何病你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样反而你可以得到更多。所以那3年4年的辛苦，我觉得是很值得的。所以这个贾医师的认同啦，吼，就是讲较过去这种想法，就是讲，就是爱伫这个病院内底好好学，好好这个学习，因为这个看病啦吼，因为足侪是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啦吼。你若是人咧讲头筛啦吼，甲这个较这个主治医师也是较有经验，这个医师头筛一个，头学一个，这嘛是有个人的这个想法。咱都有搁请教这个副院长啦，其实这个分科别啊，其实嘛是有差吼。有的人讲我就受到这个劳基法的保障，但是我所付出的可能这个时间，大医师这个时间会较长。对，所以吼，因为咱医疗的这个不确定性吼，啊，甲伊的差异就是讲，医疗内面咱有外科、内科，啊，甲是一寡迄个五官科嘛吼，啊，其实每一科的训练的时间，甲伊的工作的形态拢无啥共款。像有的大医医师吼，伊连迄个大医的患者，伊拢无大医的患者来照顾，像皮肤科，伊就无人大医，伊就免去甲值班去去照顾嘛吼。但是有的科别，伊就会较辛苦，像讲，譬如讲整形外科 （plastic）。也是讲神经外科、神经外科，伊这2科拢是关系到咱人的这个开刀成功啊无成功，这是最重要。所以因训练的时间会较长，可能即马就是爱7年才有法度去考这个专科医师的执照，但是内科可能3年半就使去考这个执照。所以咱这边这个劳基法甲所有的大医师拢甲放入来，但是对内科甲外科的这个学生来讲，大医的这个医生，其实因的差异就会足大吼。我不瞒各位讲哦。就做迄个外科的这个大医的医生，伊也选外科，就是有一个热忱，伊就是我要好好的学，跟我的主治医师学怎么把刀这个开好。所以有时啊吼，咱若是讲强制讲你下班哦，你袂使搁看，你爱走吼。其实对这个大医医师来讲，这嘛是一个损失啦吼。所以我想讲，若放入去劳基法了后，对外科这寡
学生还有咱的大医医师，伊若是要所谓自主学习，要安怎去甲认定，我感觉这等大家爱去思考看嘛。就是讲，有时啊，就是咱的医生做有热情，足想要学的，啊，你甲讲歹势哦，时间到，你一定爱出场，因为对劳基法来讲，伊是一个法律啦。我即马就会惊啥，你知道？就是讲，伊即马来，伊若劳检的时候，伊讲，这个医生明明就你咧病院，啊，你甲讲无啦，伊是咧看医生，伫开刀，伊咧学，但是劳检伊可能袂接受阮病院这种看法，伊讲。下班就是要离开这个场域嘛，所以这就是我较担心的一个部分啦。啊，我想这个部分不要紧，咱实施了有啥物问题，咱看要安滚动式修正，啊好也能够满足这大型医师伊的训练上的时数的要求，安尼就较减少这个副作用啊。因为即摆开始足侪专科拢开始咧要求讲，安尼看起来7年可能无够哦，可能要7年半才会使。对啊，但是恁来想看卖哦，但是因医生唔是安尼想，伊讲我7年我都要开始。我得使出来，你即马我甲 delay 我的这个出来职业的时间，所以我想这拢是咱实施了后，咱应该来看状况会变安怎，咱再来滚动啊修正。是，咱先来看讲哦，这个国内这个各科别啊吼，这个大医医师伊训练的这个时间是偌长哦。其实咱头拄嘛讨论到是无共款的，咱看种一般内科啦吼，差不多3档的这个时间，这个外科咧差不多4档，这个气科4档，这个心脏内科啦，这个腰子的这部分啊，还是讲这心经内科哦，差不多7档到8档啦。啊，其实哦，这个训练时间咱头拄嘛讲到，啊，其实头拄这个副院长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各科别的，其实这个对这医生本身啊，伊若是真正想要我第一时间就要甲完成，但是因为安尼可能会拖长我的这个时间，可能嘛是这个劳基法啊有关这个法令的规定啦。啊，尤其劳基法咱讲劳动检查啦吼，尤其对着这个病人来讲，所以咱先。搁请教这个区教授啦吼，因为对着安尼看，有人的这个认为就是讲，我若是用着劳基法，啊，甲这个医疗咱那是专法，这有什么差别咧？医疗专法吼，伊是像讲医生的管理啦、科室啦、执照啦吼，啊，甲病院的管理啦。但是医生做一个，尤其大院的医生吼，伊做一个。迄个受雇的劳动者吼，伊嘛是有一寡劳动条件，需要这个劳动法来保障啦。因为大家拢知影，对2009年的是迄个台南的基美病院这个蔡医生，啊，搁有成大一个林医生，甚至台病院外科的主任，伊嘛是过劳的情形啦吼。所以一般人民可能会想讲。我身体无爽快，啊，我来病院，啊，你医生就一定爱无眠无日甲我看，啊，随时拢在遐等咧安尼啊吼。但是医生做一个人，做一个受雇的人，伊嘛是有伊爱休困，伊的劳动条件有需要保障的所在啦。所以咱这边大院医生甲落个劳基法的适用吼，我感觉是符合。全世界啦，因为你世界上不管对一个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拢对医生的保障，这是真照顾啦。咱台湾袂当讲拢无甲看顾，无甲照顾安尼。是，所以对这个9月初开始，自这个大院医师开始啊，4680个这个收费啦吼。啊，咱继续搁请教林家啦吼，就是讲这回啦，因为头先咱嘛讲到，像你想要去的这个科别是啥物？目前是感觉外科较好。外科，所以外科差不多4档，还是搁较长一撮。爱看选到一个次专科安尼。对，所以你头先咱副院长嘛讲，其实这会延长你的这个大院时间，大院医师的这个时间，你有认同嘛？是讲你会赶紧要去执业无？其实这部分吼，这毋是讲因为今年9月要纳入劳基法较有这种问题啦。其实吼，伫几年前吼，迄时阵就风声讲吼，咱医生以后要纳入咧劳基法。迄时阵就咧讨论讲，啊若讲吼，像阮大院医师有迄个训练的迄个时数爱够。是。迄时阵就有咧讨论啊，是迄时阵在讨论讲吼，到时阵若有劳基法，安尼要安怎处理？嘿，其实吼，像国外有一寡的国家，因是讲用一个敢若迄种里程碑的这款的概念啦，就是讲你会晓独立开什么款的刀，你若有完成，你若会使做这款代志，你就是有，这就是有及格，就是
讲你有集结几项安尼，你较会能有做这个主题医师的资格安尼啦。嘿，不过咱即马是讲吼，这个时间是就是外口的迄个协会、迄个学会咧定的，但是这个时间是安怎定出来的，这嘛可能有需要好讨论啦。吼，毋是讲吼，以后咱有落计法啦，啊，这时间就爱甲变搁较长。是，嘿啊，这嘛是无啥物禁忌的啊。嘿啊，所以不一定你敢有就是同意伊的这个看法。无毋对啦吼，因为我想吼，咱即卖学生的状况甲过去是无共款吼，因为咱即卖在这个病院内面教学的方式吼，然后甲过去传统的医院是无啥共款吼，所以我想讲即卖开刀，咱嘛知影，像讲达文西手术好啊。这个达文西手术，你会使主治医师咧开，啊，也段医师在边仔有一个 counseling， 嘛会使同步咧甲教，对对。甲过去吼，咱咧外科医生咧开刀时，啊，就咧头前啊，即个教授咧头前，啊，后骹吼围一堆人吼，啊，排到段医师已经是排到5、6列之后，吼，无一定看会到啦吼。所以我感觉科技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吼，拢会使互咱即卖即个医学生可能有机会伫较短的这个时间内，但是伊会使学到足够的技能，吼，所以我感觉有一寡代志，咱嘛免较烦恼，讲啊，以后医生是毋是因为安尼会造成讲伊的品质的问题？我想我对咱台湾的这少年的医生，那我是足有信心的，因拢上巧的呢，啊无咱考会调，吼，所以我想讲时代的调整，我想啊，这对学会即寡人，伊爱去甲咱的学生好好讨论，啊，看要安怎做调整，应该是无啥物特别的问题啦。无啥物特别的问题啦，吼，不过就是讲这个。医师，这个段医师，这个年限的这个问题啦，吼，就是敢有法度改？无啦，这就是因专科医生一定会过去召开会议，啊，甲因这个专科医师然后段医师会一起讨论，啊嘛卫福部买拍板，吼，要延长无延长，啊，但是头头林医师讲了真对，其实这个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这个工时吼320点钟，唔是即马才开始的，3年前阮都已经开始在适应即马这个状况啊，所以你想看嘛，3年前。咱的段医师就开始在适应这种在320点钟内，要安怎完成伊专科训练的这个 schedule 嘛，吼，所以我想大家已经慢慢在适应啊，吼，所以也不是大家所想的讲会有什么吼一定要延长的状况，啊，当然这是大家的烦恼嘛，提出来讨论，啊，但是咱会使看后边的状况，再来判断。所以还有真侪这个高血的部分啦，会使个做调整的部分。是，咱过来看到讲，其实咱嘛讲这个段医师其实是技术培训的这个主要这个部分，然后临床嘛是这个主要，尾后你要升任这个主治医师，这个一定爱有的这个临床。咱头拄嘛讲到，就是讲你这个培训，这个年限的这个问题，若是讲卫福部遮尾后佫有较大改的部分，对着这个科技来讲，嘛是恁学的这个部分，嘛当与时俱进啊吼。继续，但是要来讨论的是讲这个成本增加的这个问题。过来请教副院长啊吼，成本增加，头拄咱嘛讲到啊，背这个6%的这个劳退这个部分啊吼，敢若劳退到6%，一年安尼按算偌济去啊？是，应该是安尼讲吼。其实这几年吼，这个劳动条件一直在变嘛吼。咱嘛知影，咱政府这几年为周40工时啊，一例一休吼。每一个这个工时条件的变动，其实对病院来讲，拢是成本的增加啦吼。啊，都以这边咱段医师扛入来这边这个劳基法吼做一个例，就是讲这边有4680个人吼，啊因一个月吼这个薪资大概是咧10万块左右这个水平嘛吼。啊那因安尼去推估的时阵吼，一年吼所有的病院为着提拨6%的这个劳退金，都要增加4亿的这个。吼成本出来，啊当然，佫毋是干那这，啊佫有加班费，吼不休假奖金等等。我想一年头8亿至10亿，这个成本应该是走袂去啦吼。啊，但是我嘛爱表达就是讲，啊这是政府的法令，我想各病院，阮一定爱遵守这个法令，吼啊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只是讲成本安尼一直咧增加的过程中间吼，可能我嘛是爱甲咱的健保署甲呼吁，就是讲。吼，就是讲有没有办法在咱的这个总额预算的这个吼这个预算上面来反映，就是讲因为人事成本的增加，甲这个预算所做一个调整较悬一点嘛，安尼阮才有法度有这个能力来承担这个成本的增加吼，因为毕竟病院的这个收入那增加的时候，咱才有能力来照顾更较多，啊嘛，互医生甲护士有更较好的待遇啊甲环境，吼，我想法是安尼。这个
健保署啦也好啦吼，是这是咱等下过来讨论。咱先讲咱就是讲这个劳基法第84这一条这个规范啦吼，就是讲咱所讲的这个责任制这个部分啦吼，未来的咱讲到这个大医师轮班制哦。每班袂当超过13点钟，若是这个无轮班的这个逐工咧，是正常这个工课时间袂当超过10点钟啦吼。逐摆勤务连这个延长这个工时袂当超过是28点钟，但是这个期间呢，爱有这个短暂的这个休困的这个时间啦。啊，每4礼拜是上限哦，这个是320点钟。咱来看讲，咱有整理这个劳基法纳入进前甲纳入之后。这个主要这个差别，咱来看一下吼，就是讲这个公司上限部分，头拄我嘛讲真济，就是每工13点钟，这个上限哦是16点钟，啊，这个进前咱头拄嘛讲过，这是时间上啊差异无济，但是这加班费哦进前是无，啊尾啊就爱讨论到这个延长工时，爱所爱纳的这个加班费，啊提这个若是讲你还未签约，还有签约。这个要离开这个病院啦吼，有这个违约金吼爱赔啦吼，啊嘛是有劳基法了后，伊就是爱符合这个比例这个原则。啊，退休制度纳入劳基法了后是较有这个保障啦吼，咱继续申请到民意啦吼，就是讲其实咱头个讲到这个钱的部分，钱的部分是一个恁所要求的较济，嘛是进前咧推测这个。加班费的这部分，但是一般来讲啊，哈，你也未去职业哈，但是即阵有足侪这个大医师，伊来登签这个新的这个约啊，我嘛知影这个真侪这个病院啦是有优于较早过去因所有的这个合约，啊，你安怎看咧？即摆是讲钱的部分。是钱的部分我感觉上大的差别就是加班费，吼，啊，加班费这个部分，啊，除了加班费以外吼，有劳基法了后。咱医生和病院签的迄个契约内底吼，你的薪水啊，每一条是啥物项，迄明细拢爱写好清楚。你若无写好清楚，就是会违法的安尼啦。啊，毋过以前吼，病院咧签约的时阵吼，有拢有一寡迄种奖金嘛，啥物日常的奖金嘛，搁有一寡啥物，比如讲病历的奖金，吼，迄种有当时就是病院有通好操作的迄个空间啦，就是。讲病院今仔日即个月互你偌济钱，啊后个月安那会无共款，啊病院会讲吼，就是按照因迄个薪资的管理办法，啊即马若是有即种情形，都是袂使的，因为吼有劳基法了后，你的奖金偌济钱，嘿啊你的薪水偌济钱，啊你津贴啥物偌济钱，拢爱写好出来，清写好明对啊。这就是吼，若是阮医生。以后对这薪水有啥物问题吼，较有一个根据去甲迄种病院讲，你即个月薪水是毋是有较无共款一丝安尼？嘿，有即个证据啦。嘿，啊，咱讲这个9月初这个大医师入劳基法了后，其实因拢爱拍这个新的约。啊，咱即阵请了副院长啦，讲即阵拍约的状况是安怎？这个每一个病院的状况无共，然后因为阮病院，像阮病院即马有超过159个大医医师吼，啊，到84至1条即部分吼，即马已经145个拢签啊啦吼。啊，我想就是讲，因为阮病院就是讲，你们爱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吼，就是讲伫劳基法在纳入进前8月，阮就开始做一寡说明会嘛，所以我想讲，即马的时代甲过去无共，咱爱充分的啊，甲咱的。医生甲咱的同仁好啊沟通，啊，互因了解。啊，我想大家若了解了后，其实伊看好清楚了后，伊签约，伊都无较无特别的什么意见。即摆听讲的是南部有一寡病院，好像这部分啊，搁咧就是说可能认识上不是那么清楚，搁咧处理。但是就阮病院来讲，其实拢已经是处理拢差不多。那大家每一个医生嘛，拢已经签这个84之1这条的这个规定拢有签嘛，这是我想。问题是不大啦。是，咱就先搁请教曲教授啦，就是讲这个新签约哦，爱订拍啦吼，医师爱注意到啥物咧？
咱劳基法吼本来是第30条，就是讲一个人一日袂当超过8点钟，啊一礼拜袂当超过40点钟。但是对这个医生，特别是大院医生来讲，伊无可能是这个时间啦吼。所以咱劳基法有一个84条之一啦吼，就是大多主持人拢有咧讲，就是讲责任制的这个规定，伊若签这个签约签责任制84条之一这个。契约了后，伊会当唔免受到30条的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啊，唔免受到加班的时间，唔免受到这个放假的时间的管制。啊，所以伊甲病医中间会当家己去签一个时间。但是签一个时间了后，这个病医一定要将这个契约报予这个劳动局来审查。啊，审查过了后，伊开始当照这个时间来行。大多副院长有讲啦，就是讲即摆介济病院拢是照安尼在行啦，但是实际上实施的是恐惊我有真济问题啦就是讲这个工作时间在计算的时啦譬如讲啦这个急诊的值班的医生因暗时咧，伊都爱伫这个病院内底嘛。但是伊迄毋是讲一直拢规暝趟天拢咧看病人，有当时啊是病人来时伊爱出来嘛有当时啊真无用，有当时真无用，有当时啊伊是会当困啦啊，这个时间是毋是爱算入去工作时间啊，过来就讲，你像讲这个大院的医生伊拢爱家己看册。家己做研究，因为伊将来要考专科医生的执照嘛。伊伫病院内底的研究看册时间，这是毋是算到工作时间？当然，这一般的人可能感觉讲这伊毋是咧替病院做工课啦，伊是家己在研究。但是有当时大医的医生，特别是外科的医生伊像要一个手术进前，伊恐惊爱去鞭策，看有较新的方法，有啥物较好的方法。这个时间你讲毋是工作时间，这嘛无一定有道理啦是。佮再讲就讲开刀开到一半，伊的时间已经到啊，要安怎这就是讲病院你家己的管理的问题啦。你像讲开刀开到一半，伊的时间已经到啊，是毋是你有安排后壁接咧开刀的医生无这虽然讲劳基法的适用嘛是真有问题啦。规个劳基法来讲，伊规范有介济啦。你像讲劳动条件、劳动福利解雇等等啦但我感觉是安尼啦，就是讲对于医生来讲啦，工资这方面恐惊唔免伤烦恼啦基本工资这啦但是实际上嘛是有问题，像讲大多林业先生咧讲啦就讲伊个钱内底有迄个奖金啦有啥物津贴啦这是毋是爱算咧工资内底？因为这牵涉到讲你6%的提拨迄个退休金的事是讲一个月10万块我10万块的6%，还是伊病院会感觉讲其实你的基本工资干底薪干6万块其他拢是奖金奖金这袂当算在内，所以这常常拢有会出一寡签约这个问题啦就是讲这个 base 是偌济，你若是讲这个 base 基本工资是10万来看，是6%是6000块啦若15万头拄仔这个副院长嘛讲到10万至15万这个大医师这个 range 啦就差一个月差3000啦一年就差3万6你若是这个生涯继续落去，这个可能是大院病院这个时间，差不多若是6档7档，其实拢是有一个影响伫咧。这个 base 是嘛有影响。咱搁请教贾医师就是这个恁后生甲你嘛是这个医师啦。过去你会选择讲家己去开诊所，嘛是，就是讲你家己有这个能力，会有才调会当出来嘛其实真侪这个医师就是大院医师摕到，还是专科医师了后，就家己出来开诊所。这个公司的部分，恁家己会使去掌握吧？我们一年大概有1500个医师出来，一半可能留在医院里面当住院医师来训练，一半的考到专科医师以后，就可能到地方的诊所来开业。那这个你要开业要有这个能力，就是在医院里的时候，你就不计
叫这些想多学一点。我会选长庚，我就是知道他的病人特别多。我再怎么辛苦，我不觉得辛苦。因为像刚才我们教授讲的，你真的在上班时间，很多时间都在休息啊。你值班也是一样，有病人的话，那个护理师才会call你啊。所以你很多时间在休息，在睡觉啊。所以你真的严格讲起来，我自己觉得啦，我个人觉得，这个劳基法对住院医师有好有坏啦。对外科医师的住院医师可能好，对内科医师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内科医师很想在3年4年，你学到8般武艺，你将来到外面开业的时候，你挂个长庚出来的医师，你的病人很容易上来。你挂个比较不见经传的。不那么有名的医院的医师，你看诊的时候你会在慌，病人那么少，你假如说你是长庚出来的，你是星光出来的，或许人家很有信心，这个病人会很多。我开业23年，刚开始开业的时候，一天可以看到300个、400个，那个是真的自己想不到，就是挂一个长庚的招牌。所以呢，我3年在长庚的训练磨练，我觉得是。值得的，我不会去计较那个公司的问题。是，这嘛是欢迎的，咱头嘛讨论啦，就是讲有的这个医师啦，伊本身就是讲我真正想要这个缩短这个时间，落去这个进行执业这个后边这个动作啦吼。其实我有一个资料，大家看，这足趣味的，这今年4月份《天下》杂志的一个标题，伊讲9月那劳基法。最血汗的住院医师为何不领情？这就是他都写医师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讲有一寡外科的医生，我感觉因就是为度要合适，就是讲一个病我值班啥伊拢无感觉到累，但是我感觉讲安尼做也不是很好的状况。为什么？咱人总是不是天派，虽然你有这个热忱要好好学这个功夫，但是你的身体是非常重要。所以为这个角度来看，我感觉基本上。咱先把医生放入去拿计划这个框架内面，是上无对外科医师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保障，互你卖过劳的这个底线区的这个所在。所以我感觉这个从这个角度看，伊这篇文章在写就讲有的医生就讲，哇，你甲我纳入劳基法，我家己要学拢。当然，我感觉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讲，咱的劳基法只是讲希望你爱照这个工时规定，安尼上无你过劳的机会、甲倒落机会会较少嘛，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对的一个状况啦，当然要搁较认真的去学习，咱要安怎去调整，我感觉这实施了后无定有啥物状况，会使搁讨论嘛，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基本上，我想是一个好的方向跟对的做法。是，咱就继续来看讲这个责任制这个84之一啦吼，佮有啥物重点嘛？是讲倒一个这个行业有受到这个保障啦吼。咱看到这个84之1条，咱所整理这个图表啦吼，这个稳准的重点是啥？这个劳雇双方这个另外约定这个工时的这个限制啦吼，这个咱若是休假、这个例假吼。等等，拢有受到这劳基法的这个规定。定数是啥？定数就是这个劳动部公告啦吼，劳雇双方签订这个约定书。这个主管机关是地方的这个劳动局来同意。这劳动部嘛公告着这个84之1有48个行业吼，亲像咱头讲的这个医疗保健服务业啦吼，这个大医师是伫9月7日，其他亲像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空勤组员嘛是受到这个。劳基法84之1条这个部分啦，咱继续要来看讲一条新闻啊，伊是安怎讲呢？伊是讲，这回咱这个每礼拜这个袂当超过28点钟，4礼拜320点钟伊有这个规范。若是讲这个医师要签订这个新的约，有啥物爱注意的所在，咱做回来看。经过时间争取，9月7日开始，住院医生会加入劳基法。根据劳动部进行公告，全国使用劳基法的住院医生超过4680人，因为凌晨状况较济，住院医生工时是让受到保障，嘛引发各界关注。在劳基法上面的定义是有没有受到这个指挥监督，或者是相关的命令等等的。那非常多的自主学习的活动，其实在劳基法的规范里面，它是允许的。锁卡或者是说医院强制你下班，这些都不是劳基法强制规定的。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呼吁医院的管理方，就是在记录工时以及在管理住院医师的上班情形，它必须是更有弹性化。虽然法令规定，到私立医疗院所住院医生、甲公立医疗院所约聘住院医生加入劳基法，不过全国所有住院医生拢使用工时指引，嘛同款使用劳基法84条之1的议定工时，也就是人讲的责任制。
但是病院违规，卫福部会伫教学病院并监中考点，甚至减少受训冤家，也是取消教学病院资格。医界嘛烦恼，凌晨还是受到工时限制了后，第一批加入劳基法的住院医生变做主治医生了后，训练不足的问题恐惊会出现。像家医科可能3年半就可以了，可是你如果要训练一个整形外科，他们有时候是要5年6年。那你把它工时限缩在这个框架内的时候，3、5年过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会不会因为工时的限缩而影响到这个住院医师的这个受训的一些品质跟状况。面对各界烦恼，卫福部强调，住院医生加入劳基法一直是各界唔望的。新制实施了后，还是继续收集病院劳资双方意见，随时调整指引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咱就继续较有路来看讲，其实咱头拄有讨论，就亲像这个区教授讲的，就是讲你若伫这个住院医师的时间哦，急诊的时间要安怎按算？啊，这个住院时间哦，若是咧做研究，还是有倒要开，这个研究的时间要安怎按算？咱先请教林业啦吼，就是讲，就是咱已经有这个劳基法这个保障啊，啊头拄啊嘛是有人讲爱开刀开到一半。可能有这种情形，但是我相信，若是要做医师，一定无稳准有这种情况发生啦。但是要安怎认定讲这个工作时间咧按算这个部分呢？这工作时间的按算吼，其实有几个重点啦。第一个就是你是毋是受到你的头家的迄个支配？嘿，就是讲伊有规定你伫这个所在。是，就是你爱伫病院内底，做伊规定你爱做的代志吼。其实我咧实习的时阵啊，我是感觉讲吼，嘛毋是讲有真侪时间咧休困，因为可能吼较老一辈医生会感觉讲，阮迄个时阵啊，阮迄个时阵病人嘛无比恁较少啊，啊阮拢安尼来啊，恁啥拢袂使对吧？啊，毋过我有一个观念爱讲者，就是较早科技无要进步啦，迄其实迄情形有一寡无共款啦。比如讲，有当时啊，阮你病院内底有一个工课，就是爱送病人去做迄检查，比如讲爱做啥物CT 啊，就是电脑断层啊，还是核磁共振这款的啊。嘿，啊，其实伫以前吼，差不多30年前吼，这毋是遮普遍啦。啊，毋过伫即摆吼，像伫住院病人内底定定拢爱做这款检查，啊，就是阮爱送因去啊，这嘛是算阮工作的一个部分啦。啊，这讲有学习的部分，我是感觉无呢。系啊，就是讲上病床你感觉？系啊，上病床就是甲这个人去送去迄个另外一个迄个检查室安尼啊。是啊，这个时间敢无这个劳力的付出安尼尔。医病关系这个建立。有当时啊是有，啊有当时啊是无，因为有当时啊病人无法度讲话，系啊，你就是敢若安尼讲就是感觉较歹听，毋过就敢若塞一个物件啊去一个所在，啊时间到，佮甲塞转来，系啊，啊这款的代志，甲以前是无共款的啊，啊我嘛是知影讲，大家拢讲吼，住院医师吼是有爱学习的，学习啊嘛是爱有，就是讲咧工作的这情形啦，但是这个做歹甲测的，这学习到工作是安怎测？就比如讲塞病床，啊，这个我感觉无学习的成分在内底啊，系啊。啊，傅医你安怎看咧？所以讲吼，即马就是讲，因为咱头仔讲吼，这住院医师放入来劳基法了后吼，甲过去上大的无共是啥？就是讲以前咱无这个法去规范，因为法是一个比较刚性的一个 regulation， 然后啊，所以讲。你这个法放下来了后，他都要像迄个电视吼，咱还迄个廖小姐所提到的，就是讲，咱病院爱互因一寡自主的空间，就是讲，伊若要自主学习，爱有一个弹性。但是我可能爱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以咱即摆劳动部还是劳动局对所有的企业的所谓的劳动检查吼。其实伊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大的？因为伊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讲你的工时记录你爱提出来，对不对吼？啊你而且甚至讲你也看讲你的工时的一个记录，吼，这部分去认定嘛，吼。所以你有时你若是讲，咱的老公甲讲，我是咧下班了，我家己自主要做这个代志，
伊嘛无一定会完全的去采信，所以我就感觉这中间有一点，就是头拄仔咱咧讲的，到底工作跟学习这边那个界定，是，这有时也是足歹去切割，所以一个政策一定有伊的优点，啊嘛有伊的缺点，缺点是为家队造出来，就是讲将来咱这个弹性的认定的空间是不是存在，还是讲劳检的对这个代志采取什么款的态度，所以我是感觉讲。那政府在要把这个政策给落实吼，尤其医生是头一摆可能去劳基法。我希望讲，因将来在劳检的过程中间，应该是本于辅导的一个出发点，唔是讲来就是上好有会使给你处罚，是给你辅导为主啦。对，应该是这个观念爱先建立啦。我相信，若是因这个劳动局有这个观念的时阵，安尼足侪。这个不合理的状况都袂个发生啊嘛，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爱去思考的一个重点。所以有人就咧讨论讲，这个劳动部甲这个卫福部这个权责的这个部分，咱继续先请教这个区教授啦，就是即阵咱是劳动部去劳检啊，其实是这个病医也好，还是这个大医医师也好，其实因所较直接的关系是伫这个卫福部遮，这个权责要哪分呢？其实有这个问题发生是因为。咱台湾的所有的资方也好啦，病院的这个病院的资方也好，大家拢感觉讲啊，我着照劳基法，照政府的规定来做就好。你知劳基法的标准，伊是一个最低的上低的标准啦。你若准讲你干那照这最低的标准来做，当然是无弹性啊啦。你应该是爱。优于劳基法，还比劳基法更较好，安尼是你都有弹性嘛。但是咱台湾拢感觉讲啊，着有劳基法，啊，着照法律来行，吼，所以这点吼，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啦。啊，当然这个劳动检查吼，伊是劳动部权责啦，吼啊，当然伊是一定爱检查啦。啊，你这个工作时间吼。就是讲，你若这种病院真正吼，医生照这个劳基法上低标准来时，你就拢无通闪嘛，无通耍啦吼。啊，还佫一点就是讲，你讲吼，大拄啊，这个啥，这个自主学习吼，迄个时间是要安怎处理吼？应该吼，爱讲，你若准讲伫工作时间内底吼。你下班进前，伊讲去自主学习，迄嘛是算工作时间啦。你若讲，我着下班了，我要自主学习，会使啊。你下班了，你拍卡拍了，你家己要去看去学几啊点钟拢会使嘛。但是吼，这有一点就是讲，你国家要管制时吼，你袂当讲病院讲啊，伊迄是家己留落来迄个。你像讲咱有诶下班吼，下班了伊无随转去对无？伊可能咧等伊诶囡仔去安亲班，下班了甲带转去，结果伊离开公司诶时已经是8点9点嘛，伊拍卡诶时，你讲迄个时间。头家你讲，伊毋是咧加班啊，吼，伊咧等因囝啊。但是你若准讲，你头家安尼讲，劳动部就讲，安尼安尼好啦，安尼就准无算。安尼是大家资方拢会安尼讲，就完去啊嘛。所以咱还佫有一个法律吼，这毋是劳动部，也毋是卫福部吼，伊是迄个司法院，每年1月7要开始，做劳动事件法、劳动事件法，吼，伊内底有规定讲吼，你这个。工作时间的记录表内底啦吼，你登记的时间吼，就是要推定讲伊就是在做工作时间。所以后摆明年1月7以后吼，可能所有的资方吼，你的时间的管理爱做严格，做仔细的才会使啦。所以这嘛是对着这个所有的劳工啦嘛，唔讲干那这个医师来讲吼，这个劳动事件法嘛是真一个正面的这个看待啦，就是讲。唔好较过去，亲像咱台湾做者惯老板安尼啦吼，惯资方，其实就是要改变即阵的这个劳资，也是讲劳动条件啦吼。咱继续来看讲，德国的这个医师哦，工时这个规范是啥物？咱有举例吼，美国、加拿大、有欧盟、有日本这个部分，咱先来看到美国这个部分，这个逐礼拜这个工时这个上限哦，这个是80点钟，这对象就是咱的大医师啦吼。咱看到这个加拿大这个部分是用到这个团体这个协约的这部分，这个差不多60至90这个点钟，
啊，因这个国省啦吼，还佫有这个无共款的这个规定。这个后面的这部分呢，是因透过这个欧洲工时准则哦吼，48点钟所有劳工啦，包含医师、各国这个有权哦无参与啦，但是讲亲像这个法国这个医师甲这个药师会当自愿然后来调息来做工课。啊，日本的部分嘛是采取着这个团体协约这个部分哦，因是40点钟所有的医师拢适用吼，因这个劳工这个这个资方啦，大家伊有去协约过吼，每个月加班袂当超过100点钟，安尼所以看起来，日本真正是惊真头前啦吼，对着这个医师，家真正当做资产哈，保障伊的这个工时。咱个先请教这个区教授啦，就是讲咱安尼看起来，这个咱头拄要记的这个4个国家的这个例如美国、加拿大、欧盟，还有日本，安尼做起来，咱会当更较进步的学倒一个步。我吼一直咧感觉就是讲，咱学甲美国也好，到欧洲也好吼，其实无可比性啦。安怎讲呢？伊美国、欧洲吼，因拢是工会作用的，拢是工会甲资方吼开去协商啦。啊，但是你像讲，我感觉咱台湾若要学习吼，要追求的是，可能是日本是真好一个模范啦吼。因为日本甲咱台湾拢共款，就是讲工会力量拢无真大啦。那但是吼，日本吼，伊这个第一啦吼，伊毋是讲干那大医院医生啦，所有的医生拢包含在内，然后主治的医生嘛共款。啊，第二点就是讲吼，伊日本吼，伊是分做2组，吼，第一组呢就是讲那个都市内底病院，啊，第二组呢，伊是迄个较偏僻的所在，较整开的所在，你像咱台湾嘛是共款，你台北市甲迄个中南部一定有差啦。啊，你讲台北市的病院甲中南部的病院拢要互一体适用，这个还是有问题啦。啊，所以日本伊分做这2组来，但是有一点吼，咱真正爱学习的就是讲，日本伊嘛是今年开始工作时间做一个调整，但是呢，病院的部分因5冬后较适应。这个新的标准，就是讲伊迄个缓冲时间有5冬，啊，所比有5冬对哦，啊，咱台湾吼，其实啦，咱对3冬进前啦吼，这个卫福部伊有发一个时间工作时间的指引啦吼，啊，但是大家拢无咧。无咧信道的，无咧信道的啦，就是讲非一定啊法律落来了，执行了，这要做就对啊。啊，其实吼，就应该爱一开始就爱慢慢啦。啊，所以日本吼，虽然法律今年开始，但是吼，伊的病院，互伊有5冬的时间，你慢慢甲调整。5冬后，你就袂使有任何的理由讲我做袂到，安怎。是。所以这是嘛是咱来学习的，因为咱台湾一直定有这个有一个习惯，就讲法律出来，你都爱念，你都爱做。哦，我想这我会小补充一下吼，医生的这个工时的多甲少，有时啊咱唔是干那为医生的这个角度去看，咱来甲病人啊，咱规个国家的迄个健保制度去配套，吼，像讲欧盟因的时间。较少、较短，48点钟，但是大家唔通袂记，像英国伊是公医制啦。伊虽然医生的工时较短，但是伊患者要等医疗的时间在哪？等真长啊，等较长嘛。是啊，伊就是讲医生的时间是固定的嘛。啊，你大家拢爱要看医生的时阵，对不起，你都爱排队。所以在香港，恁知影无？因开一个刀爱等8个月呢，那不急的，好像子宫肌瘤等8个月，这在咱台湾是无可能会使发生的代志。所以我意思讲，咱在讨论这工时的时阵，咱爱甲咱国家的这个健保的这个政策，嘛爱去配套去看。因为咱台湾这摆状况，门诊嘛足悬，大医嘛是足无用的。尤其老龄化。对啊，而且医生，咱的患者这摆破病拢很急，你知道，马上就要看，马上就要开刀。啊，那因的要求遮悬的时候，你想看嘛？医生的工时敢无法度会使降低，所以我想咱这配套，咱来嘛爱想好清楚。是啊，配套这个方面啊，咱头拄这个副院长嘛讲到，就是讲其实国外看医生真正是爱等足久的，然后伊工时有限制嘛，伊就是我说我公医制啊，我就逐工坐遮，我一工看偌侪医生，时间到我就下班啊嘛，但是患者就是互伊等嘛，但是这安尼是
咱国家咱的民众会使接受无？咱嘛爱去思考。所以回过头，咱虽然讲医师这个和这个劳基法的保障，但是这个台湾人看病这个患者啦吼行为，都是要改变。需求咱嘛爱改变，就是要分级啦吼。对，就是这个部分，真正咱咧讲这个法律进步，咱台湾人看病这个心态嘛要有进步啦吼。调整才有法度来配合啦。所以其实咱来看啦，就是讲回对头来。劳基法咧修，就是要有这个劳动条件，医师也好，还是各层处的人拢适用啦吼。嘛，毋是讲拢适用，伊是要有这个责任制，还是讲无共款的这个部分。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要互规个台湾这个劳动条件更较好。咱去上尾啦，佫互这个林业啦吼，因为你尾啊，嘛是毋是讲尾啊，就是真紧都要执业啊啦，嘛是讲，就是讲是PGY 嘛吼，PGY 这个部分。啊尾啊，嘛是豆豆适应讲这个规个这个病院，也是讲这个医师这个体制内底，你有啥物想法？我是感觉讲吼，对我以前的迄个学长学姐，因迄个讲因较早咧实习的时阵，甲因迄时阵做大医生的时阵吼，甲阮即摆是真正有较无共啦。但是这个变化嘛是讲是像工会遮的人啊，是讲工会以前还袂有工会的时阵，都有一寡人咧做这款的努力安尼啦，是，但是争取讲吼，争取讲这个医生的权益啦，权益啦。譬如讲，较早值班过顿工嘛是照常爱上班，啊，毋过伊即马上新的有一寡病院的规定，就是你若即工值班，啊过顿工吼，你着上到8点，你就会当下班，这是真大的变化啦。嘿，这就是。我是感觉讲吼，有愈来愈进步啦。是。包括讲这个劳基法，这是真大一个进步啦。系啊。所以不管是啦，咱即阵咧讲这个大型医师啦，后壁可能嘛使推测到这个主治医师，但是后壁这个配套一定要做好完备啦。亲像讲咱这个医师这个病院啦吼，成本真正提悬，所以这个健保署的这个部分相应的这个配套的措施嘛是爱到位啦吼。啊，虽然讲这个咱有这个劳动基准法，爱劳动检查啦，但是爱徛到一个辅导的立场，唔通讲。一开始就甲你处罚落去，相信真侪这个病院嘛是会惊到，但是咱所有的状况都是要互这个台湾这个医疗环境，也是讲这个医师的这个劳动环境更较好。安尼，今日非常感谢，谢来宾，多谢。